各位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福喜來咧一路以來收集嘅非常多嘅農民，唔講係一般慣性嘅種法，也係講有機啊，也係講友善環境。其實大家簽嘅都啲啊，台灣嘅環境見來見有目標嘅想法，希望做到愛護人嘅環境，愛護人嘅自然生態。今日節目當中，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啲宜蘭來種友善耕種，韓國係為到愛保護條嘅哦。大家會想到奇怪，一般人種東西尤其係種無嘅，即淺nau嘅條嘅啊，佢愛用嘅透過呀種田，透過耕種來保護條嘅喏。來聽佢講哦，細細格格歡迎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來歡迎小劉車嘉玲，歡迎。大家好，我是車嘉玲。我在宜蘭的深溝村已經當一個農夫6年的時間了。然後我種田是希望把田地可以留給鳥兒。對，我們從對人家嘅名誒就都得看出了，用一個綽號，很可愛的綽號，但是這個字其實懂是有看到，對不對？它是一個留下來的留，旁邊再一個鳥。為什麼你會用小劉這個名字當做你的綽號呢？這個小劉的劉這個字，它原本的意思叫做，它原本是一個貓頭鷹的名字，就是鵂鶹。鵂鶹是一種貓頭雕，然後鵂鶹它是我們台灣最小的貓頭鷹，哇，它的大小就只有這麼大而已。我有看過一種，其中一種台灣的貓頭鷹叫領角鴞，比領角鴞再小半個，比領角鴞再小半個，領角鴞跟你有拉塞，它都已經很小了，所以你剛剛講的鵂鶹，它又還要再更小，那一定很可愛，超可愛。所以我自己賞鳥，我就會，我們喜歡賞鳥的朋友常常會取一個名字來代表自己，對，然後我就覺得，我希望，我覺得我自己跟它一樣可愛，所以我就叫鵂鶹。那我也要叫鴞，領角鴞，就眼睛大大，很可愛哦，貓頭鷹真的很可愛，所以你就用這個你喜歡的鵂鶹來當做你自己的綽號，然後簡化，對，變成小劉，對不對？但是其實因為就跟你聊天的過程中，而且你也很年輕，會覺得懂奇怪，懂想會提供，你怎麼該會想要開始來務農？你從小有類似的相關背景嗎？完全沒有。對呀，你做咁奇怪嘅事情啊！你看醫生，你從愛好，人從細，人不可能冇講種嘅背景，喺個愛基本嘅一下敷衍嘅去種田，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小劉好像也是這樣子。我從小其實家裡是自己爸爸媽媽這一輩都已經沒有在務農，那大概就是阿公啊、阿婆啊那個時候還有。對，那時候會來務農，其實一開始是因為，哎呀，在網絡上就是希望在網絡上在討論事情的時候，討論一些就是社會發展啊、產業發展啊，還有主要是農地還有農業事情的時候，在討論的時候就吵架不希望輸掉啊。然後就因為在2010年的在苗栗，我老家在苗栗，造橋抽 Q 就的對面山頭，其實就是大埔，好，竹南大埔事件。那在那個大埔事件發生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心裡很衝擊，就是我想象中的稻田啊，還有收成時期是那種很準備要收割、很開心的時候。你帶到苗栗，太可以看到嘅就係種田嘅環境。所以對田是很熟悉、很認同的，對。然後也看到那個大埔事件怪手在農田上的時候，心裡很捨不得，然後就會在網絡上討論說，那到底一個農地它要怎麼樣子的發展啊？然後還有我們怎麼去看待一個土地，它是草地皮用，它是給鳥住，它是生產糧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想法會一起在加注在土地身上。那在那個網絡的討論過程中，我當時其實是在林務局服務，所以我工作跟就是工作的環境是穩定的。那在那樣子的討論過程當中，其實就有被就是網絡鄉民就是會挑戰，會嗆聲。那時候就有被激到一句話說，叫你去種田，你要不要？然後就被激到了，就很一股氣會
积在心里面。通常人家黑公牛你爱用公哎，可能没办法就直接这样毅然决然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我赌气没有这么强烈，你的赌气比较强烈，就不然去种种看啊。对，然后自己其实想了半年多啦，然后也花了半年多时间跟家里人沟通。对，那我自己原本在从事的工作是环境教育，所以我们常常会去跟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分享说，我们可以例如说节能我们不要用塑胶袋啊，或者不要用吸管，有很多鼓励大家可以去对地球对环境更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对，那可是当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或是在谈农地或农业土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像我的那个人，他说的也对。今天你不是一个农民的角色的时候，好像事情就说的比较快，比较容易一点。对，那所以我是透过自己蛮深的生气的，一直转换到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原本已经在生态馆服务，是在林务局的生态教育馆服务的时候，已经是会去推广说，欢迎大家来游玩的时候，所谓的生态旅游啊，我们可以是对这个环境更好的绿色旅游。我们做大众运输工具，或说我们就是支持在地的友善农产品，然后或者是说在地的各个相关的商家，那这个好环境才会有人持续的一起把它支持起来。对，那被呛下之后就觉得就思考了，就觉得说，或许自己成为一个农夫，才真的可以看到跟去体会，还有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农地很多盖工厂、盖房子，然后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环节是出在哪一个部分？对，产销的部分。去给创立要找品牌，叫做小刘米，很可爱。就这样一开始讲到嘅，对人嘅名嘅就看得出来，佢懂爱护调诶。故说佢讲中嘅理念没系共用，耕种的理念也是一样的。其实懂你就会吃到鸟类可能要拿苗嘅，然后给喂灯啊，还是说以前就是稻草人要吓鸟的嘛？但是小刘你种东西的方式不一样，是为了要保护鸟类。是希望田地可以留给小鸟。对，那还是一样是需要成为一个就是有一定生产量的农夫，我才可以体会到说，其实一个农民他在产销上所遇到的压力跟状况是什么。那最传统的状况，那他是收割它的稻谷之后，某位他是要交给农会，然后是以重量去计价。对，那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他当然是希望它的产量是越高越好。对，这样他才可以有足够的一个运作的资金可以在。对，那可是我们如果今天当希望，像刚才有提到说，鸟它也会去吃稻谷啊，然后讲可能去田土后乱一下，对，可能那个稻的幼苗就死掉了，去拔秧苗去玩的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农夫他会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插秧下去，每个秧苗像我们的小宝贝一样，都很呵护。结果有一个小鸟跑过来，就是像我们会说像花嘴鸦一种很大型的比较大型的雁鸭科，它那个滑到水，就是到插秧的田里面，它滑下去，就好像那个滑水道一样，把那个秧苗全部都撞倒。对，然后那个撞倒，其实对农夫来讲都会很心疼。对，那可是，在这样两个的矛盾之下，我们怎么办？那我自己也是学习了前辈的做法。16年前有个青松大哥他就有用一个所谓的股东制。那个股是稻谷的谷，不是股票的股哦，稻谷的谷。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它原始的设计是说，像我们知道农民看天吃饭，好像去年是那个产量非常高，那我们今年其实有点欠收，整体上来讲，那就希望说利用这个认股的机制，让有兴趣跟有想要得到一个这样子我们的耕作方法的，我觉得最主要是认同这个耕作方法，对他认同这样的事情的，那他可以事先就先认股，然后支持，那最后我们再看产量，大家平均分摊，然后所以
如果是产量好的季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米。对，那产量少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承担。那放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刻意的去做一些栖地营造，把田地的角落有一些角落它是涌泉，那其实你种田也不好种，那个机器容易卡住。对，但类似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去种不同的植物，然后让鸟有更多的选择，它的变化很多。那这样子空间，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曾经有遇到过的是，插秧前的整地要打田的时候，对，遇到鸟窝了，我们把它避开，我们就一个区块我们就不要种了。对，那些机会成本就是由这些股东我们认同的鸟友一起来承担，这样我。身为我要靠米的收入为主的，我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冇錯，故事其實就像小劉講嘅哦，咩要按用嘅方式做得來友善環境、友善農業。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聽佢嘅故事哦。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好味道啊調味吼，打錯呀一個友善嘅環境，友善嘅本家就血菌嘅蔬菜，本家叫帶嘅蔬菜吼，按用嘅方式來種田。故事我剛好小劉有同大家分享到，你這個打田嘅時間，一般人可能就是用那個機器。太型嘅機器按用落去，整個這樣打田翻土什麼的，唔過人家就係冇咁用哦，係講讀到調嘅有做到底嘅便宜的，要落去瀝過去，所以你們家的田可能很亂，外面都很整齊，好唔好？你們家是不是比較亂？這一段不能讓地主看到，不規則，我們會讓它比較多變化，比較有藝術感。對，那大多數的田地用機器打田，那我們有時候遇到說有一些我們已經判斷說有鳥窩的情況之下，我們就會採取說，我們就用。我們在宜蘭的老方法，用那個一種叫宜蘭話講那個狗杯啊5馬力的打田機，好，用這種機器它去負責打田，那我們就自己可以很好操作的去把鳥窩的部分確實的留下來，就直接把它保留下來，就不移動它。對，所以像港中的方法，因為也有講過懂分享過懂得啊，你們使用的耕作的方法是就是不用化學肥料，不用除草劑嘛，我們就只有用天然的植材。那因為希望說這個環境它讓鳥類它可以有很多的食物，然後它也可以吃得很安心，就是連鳥都吃得很安心的一塊田地。對，故說調味食到安心，你就聽眾食到安心美啊，對不對？故說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你們家種的米的品種，叫做鮮食號。因為台灣有些鮮米跟粳米，是，但鮮米它的特質，聽說這個鮮食號的宜蘭非常有名哦。就這個鮮食號它的完整的名稱叫做台中鮮稻食號，它是我們台中農改場它去育種培育出來的，它看起來是我們傳統在來米比較長的外表。看起來它從一滴淚，然後感覺它好像也比較黏一點點，是嗎？看起來，它在米的那個特性上，它會傳統上的那個在來米就是很乾，然後鬆，它比較濕，它有比較濕，就是因為它有跟那個蓬萊米有跟粳米去育種，所以它吃起來其實是會比我們傳統在來米還黏，所以它其實口感會是 QQ 的。然後也因為它不是完全的原米，然後它的我們米的結構我們會講那個直鏈澱粉，直鏈澱粉跟支鏈澱粉，對，支鏈澱粉，那它就會是比較偏直鏈澱粉多一些，所以它的直鏈澱粉它比較好的，它的優勢是在它會比較好消化，然後粘度就會比較低，相對於就是支鏈澱粉多的米種。對，而且我剛剛吃到糙米，好好吃哦！因為一般人吃糙米，很多小朋友都不好吃糙米，因為太硬哎。你是煮了特別久，還是說泡水泡比較久嗎？因為還是這個是真的是鮮食號它的特質。
鲜食的特性就是它的米糠层薄，所以我们像我自己在煮这个糙米的时候，我放水的比例是跟白米一模一样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一样用大同电锅煮，然后水我们米放1杯的时候，水放0.8而已。那可是秘诀就在于说，当那个电锅跳起来之后，会让它再多焖个20分钟、30分钟。鼓手吼，刚刚讲到冲点就大家笔记起来，就是那些单元哦，共生农民啦，刚刚有讲到了，我们再重复跟大家讲一次。一般第一个煮糙米啊，也还讲白米的时候，但是其实我看大家提醒啦，某 Q 用跟米，而不用跟水量没某 Q 用。就小刘你们家自己的米，再跟大家说一次，你们放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我们放水的比例米1水0.8，这样子的比例在大同电锅就 OK 了。大同电锅，对，那如果电子锅，自己家是电子锅的话，我们的经验会是0.9到1之间。哦，鼓手用电子锅嘅反应，嘅水量可能要它多一些嘞。对，然后每一家的电子锅又会有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要看经验，自己去调整一下适合嘅这种口感。对，但是其实因为有看到吼，小刘你去噶像这样子，你们的米都是自己拿去干燥的，这个干燥其实含水率会不一样。一般的 Noble 超级市场看到买从也的买给米，可能它的含水量会比较低，因为有不用它久的会给时间。不过中马干你们的含水量好像是比外面卖的再高一点点。我们在稻谷的安全值，就是让稻谷可以保存的安全值是含水率，就是15%，我们讲15度，这个是安全值。所以当一般它在烘完稻谷到我们实际可以变成碾好米吃掉的那段时间，一般我们在市售的它需要估算比较长的时间，对，那我们自己就是小农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在资讯上就我这个礼拜碾米，然后我就寄到你家了，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是可以很缩短，那我们就可以让含水率拉到接近15，那我们一般会是14.5度到14度之间，那含水率高或低会差在哪里？差在好不好吃哦，所以含水量比较高一点的米，吃起来它的口感它会更好吃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保鲜跟美味之间，大家要拿捏，这个对这个含水率是14.5，大概就是一个大家的经验值。你可以讲水配到跳蚤，其实得不用它久度啦，你可以放比较久才可以卖，对，还可以有比较长的等待的期间，但是可讲吃起来可能就没有含水量多这么好吃。哦，原来是按呢。故说其实像这样子小农的米，我觉得消费者都得懂接听起来的去问你们，这个米到底要怎么煮才好吃。故说太讲同小农买就是有这个好处，对，然后小农友对自己的米的一些我们都会先尝试啊，怎么煮，然后它的特性在哪里。对，那像我自己非常喜欢先到10号的口感，然后还有它的香气。对，它不是香米，可是因为它是有再来米的品系，所以它会带有一种，我很多长辈跟我回应说，他们古早味时候的那种米的香味，真的哦，你还知道给抽到 Hellboy 那个甜度很好吃，非常的香，而且给看起来跟外表就是有种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对，故说其实一种做暗号跟米同反应没有动态的关系。那小刘其实你们系苗栗人嘛，苗栗抽口人，不过你啥都会你来呀，深沟村要找素材来港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特别全台湾这么多个好山好水的地方，这么该特别选到宜兰啊？一开始会在宜兰，其实是因为前男友，就现在老公，对，这可以说吗？现在老公，那因为他的工作是在台北，那我们那时候在他可以通车上班的距离，然后我们想找一个很接近大自然的环境生活。对，那宜兰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在宜兰它可以通车，那我们在宜兰可以很接近大自然，跟土地一起生活。那是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宜兰。对，那后来也就是在2010年遇到那个大埔的事情，然后开始做很多讨论，会选在深沟，那就是因为在宜兰里面，深沟它是水源地。
我们在全宜兰有一半以上的人，他们喝的水都是从深沟出去的。所以在宜兰这个地方，所以它的水源不是河流的水源，它是涌泉水。在深沟净水厂，但主要是以那个涌泉水为主。它会有2套水的系统，一个是地下的涌泉水，有5口水井，然后也有从出坑溪的地面水去做，所以它宜兰是双水源。但跟我们田一样，我们田有80%，它的水源是从就是深沟我们田地附近的涌泉水出来，自己就会就是冒出来。我们自己也有田，就是会一直冒出来，然后水非常的干净，然后很冰凉。那也有20%的水是从兰阳溪，就是为了去做水量的控管的时候会流进来。对，那这样子的涌泉环境，它会让农作物其实长得慢一些些。其实我们要等久一点点时间，因为它水温低，所以它的生长速度慢。对，那可是生长速度慢的农作物啊，会好吃，长得比较好，就是需要等待。对，所以像宜兰的其实日照不多，然后我们的涌泉水又低温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水稻的生长期间会要拉比较长一点点。古时候宜兰要的手才1年，因为其实在台湾1年2或3或都有，但是在宜兰我们是1货。那真的是很需要股东啦，因为1年这样数100，我们一整年的收成就是看这一季。对，故事很可以，爱听咧。你虽然你做的气的封片，你做的地理台北东群跟宜兰样子蔬菜类成分，不过其实你还会考虑到很多事情哦，考虑到1年这样做的种100。这很好的事情，这是很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以农夫的角度会说，哇，我们就是1年种田里面4个月，我们另外还有8个月，算了一下，我们还有8个月的假。对，那对土地一样，它就在这一期的时候让稻子成长。那我们土地也是休息8个月。讲到重点了，因为奶牛血坤8长耶，其实要就会对地力最好的恢复，这就是恢复最自然的种法。故事天视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讲唐小刘的故事哦。各位天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分享大家要盡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家下要同大家來分享到學小兩年期間種田嘅理念，其實係為到愛為條嘅保留，加到血菌嘅蔬菜，加到生發嘅蔬菜，還個同大家紹介人嘅米嘅產品，呀米除咗拿來直接食以外，還做得拿來做酒哦，對不對？故所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酒，有3個，先來同第一個開始。第一個，它的名字叫做遇見。這個遇呢，同小劉的劉瓊瑤沒有一隻雕哎，也是鳥的名字。對，也是鳥的名字。這個是什麼鳥？這個是彩玉，彩色的彩，然後這個玉是鷸蚌相爭的玉嘛。對，那它是在非常代表宜蘭蘭陽平原上的鳥種。那它也跟水稻非常息息相關。它主要的活動範圍就是在水稻田。对，那我们这个畫上面的那個作品，其實是在我們宜蘭深溝這裡觀察彩玉這個鳥30多年的一位於淵蒙老師他的畫，還有他的攝影作品。對，我們就希望說，友善稻田種出來的米，然後做成酒，然後希望讓大家都可以遇見彩玉啊。然後我們這個米就這個酒的銷售，我們每一瓶都會提撥就是直接200塊的錢去支持彩玉的保育哦，所以其實這個銷售的錢一部分也是要支持保育彩玉的。對，那我們會支持我們宜蘭縣的一個野鳥救傷的這件事情。好香哦，哎呀，它批豆芽酒，為什麼它這樣一聞起來有一種蜂蜜的香甜的味道啊？那個我們是用全穀或者是說糙米去做，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油脂，它可以再轉換，很好好喝哦。因為其實我知道要酒精跟牛吐它牛的味，它大概有幾趴？這個是59.5。對，它其實是很高趴數的酒，不過說起來，
完全不卡喉，而且有一种甜甜香香的感觉，就是然后周米还有，我就是觉得是蜂蜜的味道，然后好像有点像芋头的味道。哦，亚黑中曼该会有这样子的风味，好特别哦。对，合作的酒厂也是在我们宜兰在地的非常优秀的一个酒厂，叫白水芳华。那这个酒厂呢，它就很善于的去把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然后去透过各种曲的变化，让它变成风味各自独特很不一样的酒。这真的很特别，因为张色洛希会有一种在喝小米酒的感觉。大家知道小米酒会甜咩？还有牛那个浊颜色的那个，我们过亚瑟希了，它这应该是蒸馏酒了吧？它是蒸馏酒，但是还是芋香的甜还是会。怎么还可以保留住？这真的太令我惊讶了！阿 Q 我熊都忙着熊沟，有暗涌给米西的这么高浓度的酒。那接下来的第二瓶叫酒窝，酒窝是不是也有一只鸟？那个酒窝的酒是长久的酒，我们希望透过遇见酒窝，我们可以保护住更多的甜，让彩玉这种鸟长长久久的都窝在我们南洋平原上。哦，那酒窝跟彩玉这个酒，是希了有吗？跟某空用它的浓度是一样，都是59.5。对，那但是它用了不同的米种。对，像刚才刚刚那一支遇见，它是用原糯米，它就是支链淀粉比较多的米种，所以它的甜度会很明显。对，那酒窝这一支它是用仙道10号的全谷，就是含稻壳稻谷去做的，所以它会有很稻香味。它真的有一种土地的味道哎，是，好奇特哦！它喝起来同嘎那个遇见，某马该 Q 用遇见喝起来比较甜，但这个喝起来没有这么甜，但是它有一股冲上来，就像 Anser Whisky 也使节会有那种木桶香冲上来，但是这个喝酒窝就是有种土地香冲上来的感觉。好特别哦！有好多朋友有在描述说就是有一支是好像在我们就是在土地接触的，然后另外一个像那个芋香味的，就是在更深一点点，在土里面的感受。对，应该相信电视机条前的观众朋友现在一定觉得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真的忙是熊沟做的生就有暗涌给感受，因为它就是蒸馏酒啊，蒸馏酒基本上大家就是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啊，但是这个蒸馏酒却你可以让舌头跟你会熊都讲，它可能是从哪里来，它可能想要表现什么，它是可以去思考它的味道是什么的，很有趣。那我们也希望酒的风味以及我们在包装上的呈现，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南洋平原，就是在我们休耕季的时候，整片都是水的那个魅力，很漂亮。然后还有我们南洋平原上的生态之美，有很多的彩玉，很多的水鸟。其实我们土地休息的时候，是很多野鸟在这里活动，是他们很重要的休息站。它可能是候鸟南往北往的。那这个时候的宜兰水田，它就是提供候鸟很重要的休息的空间。要正经懂出哟，就像前几年记得金山有那个小俄罗斯的小白鹤飞过来，从西伯利亚的小白鹤飞到台湾哦，而且也是在田里。那时候还特别就是为了它保留那一块田，让那个小白鹤生长。所以其实台湾这个环境不单只有N台湾气感给调诶，还有来来回回的候鸟，要调诶都可能的N台湾给所有给反应底都显发。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帮他们保留天然的环境，让他们留下来，对不对？韩国还有那个一家酒叫做康康酒是这支是自己很喜欢，因为自己很喜欢就是给我的 baby 啊，我小朋友现在9个月大，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预计做了这一支康康，那里面就是特别加了米糠。特别加进去米糠，让它的风味不一样。然后预计就是等他18岁之后才可以给他喝，要等好久哦，都得不用懂酒啦。不过其实除了酒有懂得理念，我同大家来分享以外，其实小刘你们家七嘎妹有这个农事体验的活动，大概有哪一些内容啊？我们在依照各个季节，像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有插秧，然后在
收割的时候有收割活动，都会邀请我们的股东，就是支持我们的鸟友一起来参与这块土地上稻田它的成长过程。对，那除了水稻之外，我们周边像宜兰深沟有非常多的小农朋友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会搭配不同的季节，可能是去采茭白笋、挖莲藕，或者是摘菜，然后就会依照农事节奏去做很多农事体验的安排。所以其实你们在当地也集结了很多友善的小农，大家一起合作来做这样子的农事体验。对，就是我们自己小牛米这边在合作的农友，就有30多位。不过你要一起合作。其实，在务农就已经都无限呢，会做按斗事情，不过又还要再拨时间来做农事体验，为什么要再多花时间做这件事情呢？种田以及农事体验，还有做不同的产品，去接触到不同的年龄层或消费族群，最后都还是回到同一件事情，希望田地可以留给小鸟，希望这个地方的友善耕作，希望土地上在耕耘的伙伴们，大家都可以跟着消费者一起，让这个环境更好。就你去讲。虽然讲种田基金董事库没，你讲有还要 V 到调位，让他们留一块生活的环境。但用种田好了，有吃到那一片他辛苦吗？最辛苦的那一个阶段是刚开始种田的时候，早上真的起不来。那个辛苦点在于，以前的工作或者说以前的工作、以前的生活是一个我们8点上班、5点下班。那可是忽然要变成一个依照太阳、依照节气、日出而作、4、5点夏天4、5点这个，然后冬天跟夏天的工作时间又不一样。那一开始在做这个适应转换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转不过来，对，很转不过来。那呛美，对，慢慢的也会觉得说，会知道说为什么大家要4、5点就是出门，因为在那个夏天的4、5点真的非常舒服。对，那要体会过这个太阳的热度之后，才会甘心的早上早一点起床。对，故说其实像按用种田真係一件同辛苦嘅事情，不過佢哋嘅理念係為到我流行較好嘅環境本調嘅，故說沒有懂好嘅農產品，我同大家來分享。謝謝小劉今天跟大家分享什麼？謝謝。什麼您喊子 say？ 沒什麼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聽下來做運動哦。